哎呀，没事啊，看不懂就来找我。东家啊，东家，外边来了几个人，要找陈山河，横得很，还要打人呢。啊？谁找我？我不认识你啊。我一向在码头讨生活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在下红鱼帮帮主宋石莲。红鱼帮？请问宋帮主有什么指教？你贵姓啊？我叫徐南路，药坊的东主。那跟你没关系，我找这位兄弟。山河，你是怎么得罪了宋帮主？赶快道个歉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嘛。这没你事，赶紧滚！既然你们找到这儿了，我也没打算躲。动手之前能说几句话吗？第一，徐老板是我尊重的师长，你可以请他离开，但不能用“滚”这个字眼儿。第二，你这身洋服应该是先使百货买的吧？他们卖的是欧洲版型，不适合亚洲人。你这身改的还不错。第三，这几块料就不一样了。你们是找哪个裁缝给你们做的？不合身看不出来吗？骗人那得有学问。被我揭穿老底，不羞愧自杀，反倒把老大请出来给你们撑腰，脸呢？第四，这眼镜啊，不适合你，看不清楚人。你姓陈？陈山河，大天二我还头回接触，要不然换个地方请你喝一杯。从知道不扎叶骗局是红鱼帮所为后，陈山河就琢磨要跟宋石莲见面。他有个大胆的计划。东家，没事吧？找你的？不是找我的。哦，找山河那孩子的，他们欺负人。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找个机灵点的，偷偷的跟上去看一看啊。要是有什么不好，你就赶紧回来向我报信啊。好。哎，老张，你呀，就是甭张去，有啥情况立马回来告诉我。怎么这么巧呢？你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哼哼，你抓了我的人，我就查过你，都说你是狡猾如狐。哪里都是朋友抬。你真让你东家找我杀人啊？你是想拿我去公安局换钱？我可以帮你杀人。报仇这种事儿，还是亲自动手比较痛快。那就来说说咱们的事。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是你能说的吗？那你说，想不想加入红鱼帮？快意恩仇当然是勾践了，但是我还有心愿未了。不就是报仇吗？你的仇我可以帮你报，我可以借全帮之力来帮你。不光是这个，我还得报恩，我得报师傅和芳姐的养育之恩，得帮衬着把药铺给做大了。那还是不给我面子呗。是面子重要还是银子重要？什么意思？我有比你那些买卖更赚钱的生意，要不要做？什么生意？药，西药。你当我没想过吗？我们提着脑袋搞走私，当然是越赚钱越好。可西药我们没有外国的路子，根本弄不到啊。这个我来解决，你只负责传到了码头，把药给弄出来。这个没问题。那剩下的就更简单了。我要钱，疏通关系得要钱吧，进货得要钱吧。我的家底儿他们清清楚楚，只剩下一堆不扎叶儿。
生意人，你茶带酒。你行了行了，我不就是在你的面前说了大话，让你给抓住吗？那可把你笑的，你笑上没完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来谢谢徐老板。我知道你是好心啊，我忙去了。哎，他找你干什么呀？我看着你俩聊了那么久啊。杀人啊？你不是说人家做这买卖的吗？不是，逗你玩呢，就是一个小买卖。你吓我一跳。哎，你可要小心，他们官媒勾结，那你就死定了。我没跟他们说报仇的事儿，是别的生意。他们这种人啊，别与虎谋皮。咱们做正经生意的，跟这些江湖人啊，少打交道为好。我没办法，想报恩想报仇，我必须要把自己做得足够强大。为了这个目标，哪怕是风险大点，我有份子，我还得跟你学习学啊。废话，我是你东家。对，还是好老师。你再帮我个忙。什么呀？这是给我做生意的股本，就那几个人，他们不是骗子吗？是他们身后的人。这次机缘巧合认识了，被我一游说就打一起做生意了。那做的不会是骗人的生意吧？是救人的生意，西药西药啊，西药也挺管用的啊，就是价格定得太贵了。几家卖西药大药房我都去打听过了，不是他们想卖的贵，是海关的税太高了，所以吃得起西药的人不多。可咱这是中药铺子啊，也不在咱家，我们搞批发。那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走私啊？你上次喊门买那些西药，不就是被海关罚没的吗？所以得跟他们搞合作呀，他们负责从海关搞出来，我负责从国外买药，然后在广东卖出去，这是救命的好事儿，基因德。不过，不扎叶的事儿就不好再跟他们算账了，只能我们自己慢慢的卖了。不过，进货店的钱先收着。这钱都能花呀？那股本不就是拿来花的吗？回头我给你换成小黄鱼，你自己保管好。还有啊，明天你去水厂借条水管，咱们要上自家的水表。哎呀，不用，咱挑水吃就行。那以后我忙起来了，哪有时间挑水啊？我又不舍得你去挑水。再说了，你爱干净，得有足够的水给你洗澡，不是？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，不成？等以后这生意有了起色，再扯条电线，用上自家的电灯。太好了。哎，你想好了吗？生意怎么做？我想好了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。我我首先介啲翻去睇下。 Welcome. 再高。 This is my special order. Enjoy. Thank you。Enjoy。
要请颐和洋行大办的秘书吃顿西餐。这儿呢我又没来过，咱们先试试，免得到时候露怯。那你请我来干嘛呀？你请外人呢？请徐老板？那都是外人，我可不想在外人面前丢脸。请我也挺丢脸的，这种地方我都没来过。咱们自家人，相互丢脸不怕的。再说了，这么稀奇的地方，我总要带你见识见识的。Thank you. This and this and steak. All right. Thank you. 来过呀？小时候吃过西餐，杨文居然还记得几句。爸爸还在的时候，每个周末都会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吃西餐的。我请你吃饭。我以为小时候这些事情都已经忘记了，谁知道它就藏在眼皮子后边。不说这些了，我给你讲讲这些餐具怎么用吧。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骗你？你对西餐这么熟悉，根本不用试吃，也不会丢脸。我刚才说过了，那是小时候吃过。我现在所有的努力，就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，以后这样的日子会越来越多，算是让你提前试吃。芳姐，我想我这辈子一直就应该是这样的，每天睁开眼睛都能看到你，闭上眼睛也知道你在哪儿。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，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告诉你。一生一世一辈子。你七叔我啊，供了半辈子菜，没想到现在还要给你供旧报纸啊！哎，这报纸是能吃还是能喝啊？嗯，能吃也能喝。我有个邻居啊，他是在报馆上班的，我托他呢就搞来这些旧报纸。嘿嘿，人家笑话我字都不认识几个，还看报纸，
我说我拿来包菜的。谢谢你啊，七叔。哎，举手之劳嘛。哎，你看这些旧报纸，干什么？谭耀亨的文章。做菜呢，首先要熟悉食材，就是要在最合适的火候逼出它最好的时间。谭耀亨，他就是我的食材。哦，那好啊，那我以后定期给你送过来啊。你也是个狠人呐，跟人斗气，脚趾头都切掉，疼不疼啊？我要是出不了这口气来，那才是真的疼。但是现在有了七叔这些报纸，我就能出这口气了。这种厨师他就没有资格进后厨，因为他毁掉的是美食，他毁掉的是厨师这个行业。只要有我谭某一口气在，我就要为那些美食伸张正义。我会继续发表系列文章，全面问责广州大酒家的方方面面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陈伟哥，你不用再看报纸了。我看了。那太好了，大家都说你着魔了，我就知道你没有，你那是憋着气报仇呢。不要紧。不知道他写什么呢，说不定这家酒家给我黄了。是。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哎，兄弟，哪个报馆的？小报馆。你们二位呢？国华的。民国日报，谭先生这一篇就是给我们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别着急，三料后到，我们还等着出版呢。放心吧，你们二位，我不是过来跟你们抢稿子的。那你是？我是来替场子的。红烧猪手3号台上菜。这谭大师就是谭大师，这写视频不用时就能评啊。你来干什么？他们家店的小炒猪肝还不错，尝尝呀。我们已经两清了啊。两清？我断了一根脚趾头，你少了什么呀？咱俩怎么两清啊？年轻人，不要太张狂。赶紧写，人家门口两个小兄弟还等着呢。要猜你在写什么呀？猪肝儿，对吧？不小心被我给猜对了。然后接下来猜猜你是怎么写的，怎么样？你一定呢是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乐府》开始写吧？会想想这古人是怎么写的这盘猪肝的，对吗？唐诗宋词你压根儿就不会用，你嫌人家历史太短，
想出你水平来，对吗？别打搅我，小心我把这盘猪肝扣你脸上，丢人了不说。你一个厨子学徒，你。你过去3年所有的视频，我看了不止1遍，所以你撅屁股想要拉什么屎，我一清二楚。我接着说呀，接下来你呢会写今天什么心情、什么天气、为什么会来到这盘猪肝面前，反正骗人的废话一个字都不会少。但这也有好处啊，显得你这人有血有肉的，热乎乎的。只可惜这盘猪肝凉了又还没吃呢。兄弟，来，试试。谭大师不喜欢吃凉的，给谭大师换一盘，啊，一定要热乎乎的。哎。跟你们家厨子说一声啊，这个放盐要比平时晚3起，会更好。让你去呢呀！是。写完了这一通废话了之后，你该进入主题了。谭大师一般有2种写法，一种是正面夸，你会形容如何的嫩滑、温润、甘甜。基本上这些词可以用来形容所有的菜。另外一种就是贬，你会用硬、生涩、浊之类的词，再夹杂着一些惋惜的字眼儿。我光是这么说就直发恶心，你是怎么天天这么写出来的呢？哎，我养伤的这段日子可什么都没干啊。天天看你这些垃圾，每一个字儿都是废话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报仇啊！我这个人心眼小，受不了委屈，所以我要报仇。我虽然没你势力大，毕竟你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，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人看你不顺眼，我去找想要取你而代之的人。我天天给他洗衣做饭、擦地伺候着他，我还能帮他挑你的理儿。众口难调，菜是如此，这文章也是如此。要想挑理儿，处处都有下嘴的地方。哎呀，我继续学习。别等了，他今天写不出来了。谢谢谭老师指点，晚3期放盐果然比平日炒的更加香甜。是吗？Welcome. It's me alone. You look stunning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哎呀，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刚和雷诺总厨安排了一下今天晚上菜式。牛排还是5分熟吧。你是徐南路介绍的那个朋友？正式介绍一下，和记全球药业总经理陈山河，请坐。
这是西北的特产锁阳，价钱不算太高，但是不好找。怎么用？煲汤即可，用肥鸡、老鸭，最好是羊肉，1碗见效。 Mr. 陈是吧？不知道你找我有何贵干呢？交个朋友嘛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你在金宝赌场的欠款，我都替你还了。以后再去啊，报红鱼帮的名号，至少不会有东家坑你了。红玉帮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也是我的合作伙伴。 什么生意啊？红玉帮干的都是些违法的勾当，我干不了。你负责不违法的那一部分。富贵险中求，险我一个人担了，富贵拿出来共享，怎么样 ？Waiter， whisky， double。喂，睇下啦喂。我让怡和负责写信，跟外国的洋行订购西药。 通过怡和的渠道支付货款，通知洋行把西药送上来广州的洋船。红玉帮会联系洋船上的中国船员，西药一上船，自会有人关照。等船到了天字号码头，红玉帮的人有的是本事把药偷偷的给弄出来。那然后呢？ 各大西药房提前付了定金，药品清单也是他们列的，我们只要分头把药给他们送过去，我们在这边的生意就完成了。越海关的税也不用交，大家都有的赚呢。别浪费，这水龙头一开，水表就开始转。 转得我心这个乱。给我来。你做的这个生意是为了救人，顶多算是劫富济贫。总归不是正当生意。我知道，我还会继续搜罗就医术，跟徐南路学医学药才是正路。 陈山河知道方杰的担心，但徐南路对西药的兴趣让他受到很大启发。他想摸索一条中西合璧的路子，让更多病人早日受惠。他决定铤而走险，跟红玉帮合作。走快点啊，要不然公交车要没了。赶不上就走回去嘛。走不动了我可不背啊！你长大了，我背不动了。走不动了。哎呀，你别闹了。 哎，你还想男女合班吗？啊！我联系了一个戏班啊，他们在上海演出，缺一个正印花旦，上海可以男女合班啊，你可以去做家顶。去上海吗？那你去不去？我还没想好，还得跟师傅说一下。那我也不去了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哎，我们可以合班唱戏嘛？哎，师傅教的本事，他没同意，不能私自拿出去挣钱。 吹小号倒无所谓。哎，师哥，我可以学唱清音，我学什么都很快的。你怎么还像个疯狗一样咬上我了呢？啊！我这不是在跟随你的脚步吗？小子，钱不是这么好赚的。知道勒索这事我干不了。 但是呢，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干一个视频人。你说好了，我就说了不好；你说不好了，我一定说的好。所有的报馆一定喜欢看到我跟你唱反调。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？求个公道。啊！滚！你们要干嘛？啊！你们要干嘛呀？准备打人！算了，打就打吧。
断了条肋骨，耽误了好几天稿子。还好啊，这思路能跟得上你，没事的。这儿。哎呀，关系了，门口的人都在等咱俩的稿子呢。这每天同时登出啊，都有不同的观点，我都快跟你齐名了。我错了，应该打断你一条胳膊。我们这当厨子的没少被刀割，这疼还有流血，威胁不到我。除非是你找人杀了我，但是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要是真能把我给弄死了，我还敬你这条汉子。有一事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是个孤儿，无牵无挂，就是烂命一条。只要我陈卫还有这一口气儿，这个公道我就一定会找回来。喂，收工了，喝两杯。好啊，哪出酒啊？小意思嘛，菜你出啊。我包。这包下酒菜怎么样啊？真没想到啊，阿伟这个靓仔这么能写，那登在报纸上面，整整齐齐的。阿伟呢，他的眼光是不错的，他在报纸上点评的几家新奇美点啊，厉害呀。他呀，这是跟谭耀亨杠上了。谭耀亨说好的，他一定说不好，而偏偏能说出个理由来。哎呀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这好不好，到底有没有个标准呢？这是多年因循下来的恶果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只有陈卫用这种方法把他给挑明了，就冲这一点，他也是有功劳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小子是我最先发现的。成天想着给自己贴金呢你。说到底，谭耀亨毕竟是个文人，他现在内忧外患，日子一定不好过。咱们大家努把力，争取早日把他拉下来。哎，对，赶紧劝阿伟这个靓仔啊，让他回来。再拖下去啊，让他尝到甜头，就不想回来当厨师了。对呀，抓紧时间哦。别人我不管，这讨伐广州大酒家的稿子，我可是写了7篇。我6篇，你就给了第1篇的钱，你欠我60毫洋。对了，南京有命令，不让用银元和毫洋了，给法币吧。给法币可以啊，但是法币得给的多一些，毕竟这年头啊，法币我们信不过。龙潭，你说句话呀，都是老朋友了，你张罗的事儿，我们可从来没皱过眉头啊。就是啊，我们各自相属的报社都为你所服，我们也是搭了面子、搭了钱的。诸位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广州大酒家的干股我没有要，我这不是玩了命的赶稿子帮你们筹钱吗？这样，你们先回去好不好？一会儿报馆来催稿子了。哎，别，慢着，你说什么？广州大酒家的股份你没要？没有要。我看你是分明不想给我们分钱吧？我真没要啊！你们不知道中间出了岔子，有一个小愣头。对，你得罪了那姓陈的小厨师，他现在纠缠不休，不要报酬的跟着你发稿子，纠缠不休你就解决他，不就完事了吗？解决不就完事了吗？这不解决了多大个都没有饭吃吗？说我了啊？怎么了，谭大师？文思枯竭了呀？啊？去，
我给你看看我的草稿。陈卫，你不要做事做得太绝。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墙倒众人推了吗？谭师傅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，我们店啊最近生意不太好，东家说了，索性借这个机会啊，重新布置一下前厅，换换风水，啊，这个比较乱啊，怕耽误您写稿子。您看要不要换到别家去？啊，他们可都盼望着您坐镇指导呢。再说了，我们也不好老爸着您不让您走，免遭同行妒忌。明白，我走啊，跟你们掌柜的说，有情后补。谭师傅啊，这些呢是您这段时间在本店的开销，您过目。什么？啊，我们东家说了，不急，不急。这你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就是过分了啊！当初也是你们求着老谭来这儿的吧？对呀，现在来这一套，你们纠结这么多，就不怕犯了众怒吗？就是嘛。我们东家都说了，这谭师傅他已经犯了众怒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今天我也没有带钱呀。哎，谭大师，我帮你凑1块钱啊。不用，东西压着，我给你拿钱去。我突然间想到我今天要写的题目，就叫“你的时代结束了”。自打那个陈立夏女扮男装登台之后啊，现在的宝华戏院已经乱套了，连演了1个月的戏。听说陈立夏也收回了这拜师帖，戏也没得演了，整天跟着金惠荣瞎转。你说这南京方面怎么知道我警服的尺寸呢？啊？你们的新警服要统计尺寸报上去，而我的新警服他们已经做好了送过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早被南京盯上了。虽不中，也不远矣。南天王陈总司令输给了南京，一朝天子一朝臣了。但无论哪个天子，都需要能臣。能抓住共产党就是能臣。是。跟陈济棠说机不可失的那个算命先生让我给抓到了。他说他批的机不可失啊，不是机会的机，而是飞机的机。这空军叛逃是陈济棠下台的直接原因。啊，当然了，啊，这都是您的功劳。哎呀，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啊，不如你办案子的能力。是。哎，你这个局长办公室怎么闻起来像个食堂啊？要不给您换一间？算了，回头找个人好好清理一下。啊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给我摆一个关二爷的神位，点点好香，驱驱邪气。哎，你们广东的警察都不拜神位的吗？南京的革命同志都是拜神位的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嘛。重点不在拜神位，主要是点香，去味道。啊，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